我今次介紹灣仔告士打道嘅東亞銀行港灣中心，一個有靚裝修嘅租盤，一齊上去睇睇。呢個單位呢，有建築面積2500幾平方尺，大家一齊入去睇睇啊！單位有靚裝修，有個好大嘅會議室。又有個望到海景嘅老闆房，有多個寬敞嘅員工工作間，更有個接駁咗來去水位嘅茶水間。你面前見到一個好大嘅儲物文件櫃。如果你對呢個樓盤有興趣睇樓的話，記得打我呢個電話號碼揾我 Albert 關，我一定可以幫到你。